中意食牛食海鮮嘅朋友，呢間真係好好食，推介俾你哋。我又同 friend 去咗食啦，記得 share 條片同你 friend 一齊去食，環境舒服，好味，抵食，高質。上埋大眾點評必吃榜，精選2人餐大眾點評都係298蚊咋，用真炭火烤，全程有職員幫你燒埋。呢個一間牛舌真係必食啊，每次去都要食，成條口切，燒到外脆內軟，爽口彈牙，蒜香黃油橫隔膜，好長好大塊啊，牛味香濃，油脂豐富，澳洲和牛牛肋條超長啊，燒到啱啱好，軟腍多汁，薄切雪龍和牛腹心肉，咬落去先味嫩腍，入口即化，呢碟真係出色啊，係雪龍和牛菲力天婦羅，外脆內軟，入邊係用咗紫蘇葉包住，好清新，肉質嫩腍好 juicy，海鮮我食咗3款都好正，車輪海蝦，職員會幫你燒埋拆埋件，好貼心，蝦肉彈牙勁多膏啊，呢碟係牛脷屋日鰻，鰻魚肉質鮮美，燒到好爽脆，大隻嘅鮮活原貝，口感鮮甜濃郁，自家製爆汁炸雞塊，外脆內軟，仲有牛油果薯仔沙律，清新解膩，配埋杯 Asahi 真係夠晒超啊，一啲咁大杯都係300蚊咋，記得食埋甜品先走啊，牛角包雪糕真係必食，燒到外皮酥脆，夾住雪糕真係好正，記得一家同朋友一齊去食，包你食完又想再去食啊，地址可以睇內文。